对，这应该是我们来草根演最久的一次，因为上次我们团员全部喝挂，全部挂掉，没得演。Yeah！ 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要的请举手，举手。我这边有很多的 music， 要的请举手。Seven 生日快乐，他生日记他。很多的方言，要的请举手。我这边有很多的 music， 要的请举手。Yeah， 现在听 Heavy Metal。最不准的 Heavy Metal，Yeah。Yeah，Rock and Roll。欢迎我们伟大的蓝调吉他手，他还没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part可以非常久。身为一个蓝调吉他手，欢迎崔子文老师。崔子文老师，他是我们的前辈。他已经受过训练了，专门对他怎么样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只有12小时的，它可以一直的重复，再一次来跳，你看他怎么动我的嘛？上树嘛，让你好看。要 one more time， 交给实力就对了。那你知道你这样子没有其他档次，不好说。中弦了怎么办？他第一场都没表演就够了，他们少。1人2次非常好，公平，再一次好了。没想到南台湾就是这么热情，喜欢看人家脱光光。你来啊，听你啊。放个兄弟，放个兄弟，放个兄弟，放个兄弟。Oh yeah， 放个兄弟，放个兄弟。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我这边有很多的不怕放款。Yeah， 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
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要的请举手。我这边有很多的名人，要的请举手。我这边有很多的方言，要的请举手。放掉我，要的请举手。谢谢，我是胖哥兄弟。接下来猴子飞行员啊。